大家好，歡迎收睇65後慢活。今次又嚟到深圳揾嘢食，知道深圳灣萬象城第2期已經開幕，就趁國慶假期之後人潮減退，就去睇下有咩好食先。除咗雲南米線，好耐冇食雲南菜啦，今次就揀咗位於萬象城1期嘅半山腰雲南菜。由於今次嘅重點係去揾美食，而且都有好多人介紹過萬象城第2期，呢度我就唔多作介紹啦。呢間位於萬象城第1期嘅半山腰雲南菜，佔地2層，由1樓或者2樓都可以進入餐廳。但由於1樓嘅入口喺馬路旁邊，建議大家都係喺商場2樓進入。去到萬象城第1期，揾到位於2樓嘅星巴克，打斜望過去就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餐廳半山腰雲南菜。餐廳無論係1樓定係2樓，都分作餐廳外同埋餐廳內兩部分。2樓部分座位位於商場之內，而1樓部分座位就位於室外喺馬路旁邊。喺1樓同埋2樓之間都有少量嘅座位。餐廳食物選擇數量唔少，而美團同埋大眾點評都有優惠券同埋唔同嘅套餐。今次我哋就嗌咗佢哋嘅群山之間必點雙人餐，套餐價368蚊，同埋單點咗一個雲南米線。侍應好細心咁先問下有冇忌口，而我哋就盡量要求唔辣。點餐之後，侍應就先送上免費嘅前菜，有機番茄同埋甜棗脆梨。小番茄酸酸甜甜，而脆梨微酸爽脆。套餐入邊嘅冷盤可以選擇檸檬手撕無量生烏骨雞，或者百香果無籽山藥，而我哋就揀咗烏骨雞。黑色嘅雞皮同埋白色嘅肉形成對比，上面點綴住檸檬絲同埋香草。雞肉肉質非常緊實有彈性，而因為我哋嗌咗免辣，檸檬嘅清新酸爽成為咗主要嘅味道，非常開胃。蔬菜2選1，可以揀羅頓火腿炒繡球菌同煎石屏包漿豆腐，而我哋就揀咗繡球菌。雲南除咗出名嘅酸威火腿之外，仲有古時宮廷貢品羅頓火腿，對鹹淡適中，油而不膩。而繡球菌被稱為萬菇之王，口感極其爽脆，好似銀耳，但更加厚實，更加有嚼頭。呢一道菜用咗火腿嘅鹹香燻油嚟爆炒繡球菌，俾繡球菌完全吸收咗火腿嘅精華。入口係繡球菌嘅脆，緊接住就係羅頓火腿嘅鹹鮮，越嚼越香。熱菜只有一款，就係薄荷炒牛肉。薄荷炒牛肉喺免辣之後，薄荷嘅清涼感更加突出，牛肉嫩滑，加上薄荷嘅清涼香氣，係非常奇妙嘅組合，一啲都唔油膩。主菜2選1，有黃燜燴炸帶皮黑山羊，同埋傣味楚紅黃牛肝菌。我哋就揀咗牛肝菌。呢一道牛肝菌一上嚟，嗰個爆炒嘅香氣就直接衝過嚟。爆炒可以鎖上牛肝菌嘅汁水，加咗芹菜同埋蔥段一齊爆香，激發出香氣。牛肝菌外香內滑，芹菜爽脆，蔥段焦香。五食2揀1，有大理炒利絲同埋老昆明涼米線。我哋就揀咗大理炒利絲。利絲係雲南嘅主食之一，主要以米為原料製作而成。用呢一種主食嚟炒，可以好好咁吸收咗醬汁同埋配料嘅香味。入口就係鑊氣，夾起嚟佢會黐埋一齊，食起嚟超級 Q 彈軟糯。因為我哋嗌咗免辣，所以更加食得出佢本身嗰種純粹嘅米香同埋醬油嘅鹹香。嚟食雲南菜唔可以少得嘅係雲南米線。呢一度嘅雲南米線同我哋平時食嘅有所唔同，辣度固定，配料就係番茄粒同埋肉粒，再搭上芫茜同埋青蔥，味道清新酸爽，一啲都唔辣。而喺大眾點評打卡同埋留評語，每個戶口都可以免費獲得飲品一杯。最後餐廳送上鮮榨甜橄欖汁、番石榴撞烏龍，餐後一杯非常暢快。餐廳除咗飲食部分之外，仲有一部分係零售，並且提供精品咖啡、雲南山茶同埋售賣自家產品。最後埋單價錢係406蚊，相比其他餐廳唔算平，但係能夠食到精緻嘅雲南菜，加上餐廳環境舒適，偶然一次都唔錯。今次嘅分享就先到呢度，
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你收藏、點讚同埋訂閱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